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到瑞士的第4天，阮要去看少女峰。真侪人要去少女峰的前一暗，拢会先住伫山顶少女峰山脚一个叫 Grandoa 的所在。安尼，第一会当先适应高山，第二过转工去坐火车去伫少女峰嘛较方便。毋过，阮就无订到 Grandoa 的饭店，因为拢足贵的，所以阮就拢住伫较山脚一个叫 Interlaken 的所在。好处是行李毋免安尼搬来搬去，坐火车嘛差不多半点钟就到 Grandoa， 其实嘛介方便啦。早顿食了，阮就准备要去少女峰啊。本来大家要去哩少女峰，拢是坐火车慢慢啊靠去的。毋过自从2020年新起了一条缆车以后，大家就拢坐缆车去到中的所在，才换起联火车去哩少女峰。阮即马坐伫缆车顶悬，差不多爱坐20分钟左右。这个缆车真大，有真侪人嘛会坐这个缆车去到中的所在遐厝踅。这是起联火车中歇困的所在，有5分钟会当互大家落去伊的观景台遐翕相看卖哦。我已经起来到顶悬啊，这其实已经就真悬啊。有一寡人伫遮就会开始出现高山的镜头，阮就是惊会出现高山镜头，所以阮伫美国的时阵，就甲阮的医生讲，请伊开预防高山症的药仔互阮啊。我后壁这条就是世界遗产阿莱迪冰川，伊是规个爱勒冰山内底上长的冰川，为遮看落去真正是有够水的。后壁这条山应该就是少女峰啦。接下来要继续往内底行，去看伊一寡艺术品甲介绍。搁继续行落去，就开始看到这个山的历史介绍。
这个工程的时阵，嘛有真侪人过身去，所以遮嘛有写因的名来纪念因。刷来这区是看冰雕的所在，这内底拢是冰。刷来就是拖的最后一个点，看图观景台，而且会当无阻碍看到少女峰本人，佮会当甲瑞士国旗翕相。这个少女峰啊，迄个翕相的所在，就是人伫遐排队的。拖差不多要结束啊，出来外口有真侪卖纪念品甲巧克力豆的所在。这巧克力豆阮无买，因为阮感觉这种所在拢是在讲盘拿的，而且这巧克力豆阮美国的 Costco 就有在卖啊，免专工为瑞士炸转去，等一下炸转去，人讲你 Costco 买的哦，我毋得冷死。落山的时阵，阮用另外一个方法，上山是坐缆车，即摆落山阮坐火车。虽然时间爱较久，不过会当看另外一种风景哦。有时间的朋友嘛，会当试看卖。这条矮撇港拍鱼的桥，这风景真水哦。这条白白的线，就是当初矮撇港男女主角徛的所在。这嘛是矮撇港拍片的所在，当初男主角就是伫遮单杠起的。虽然我前几天讲头前就真水啊，唔免走来遮，唔过我们也是来啊。时间还未到，先来附近洗洗，才真水哦。这下阳看夜景应该是袂歹哦。这就是屯的车头啊！
阮船坐了，就要换火车去苏黎世住一暗，隔天透早的飞行机转去美国啊。好，即摆的旅行差不多就是安尼啊。大家若想介我影片的话咧，要把市站甲分享出去，也袂另外观众朋友啊，就直接订阅咧，个快快小铃铛，安尼看到上分享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我记得这个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你上网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follow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啦，后一个节目再会。